下來繼續來看國民黨的立委萬美玲的後生蘇廣陽，原本是要代表國民黨競選到桃園市的議員，但是因為卡到霸凌的風波，日前宣布要來放棄掉國民黨提名，是不是要改用無黨籍的身份參選到底呢？講恐驚是哦，因為會當看到蘇廣陽繼續佇地方拜票走行程。鄉親長輩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蘇廣陽。出現在立民活動中心嘅賣股的拜票，也給蘇廣陽給年輕人一個服務的機會。我保證，未來你們交辦的每一件事情，我會1天當3天來用。大家個競選的團隊到發送競選的物件，伊是國民黨立委萬美玲後生蘇廣陽，本來要代表國民黨出戰桃園市議員的選舉，不過因為有霸凌風波，進前宣布要放棄國民黨提名，民眾發現伊要你走行程。若本小姐拜票，而且看一個真，伊身軀這個假國民黨的黨徽要佇咧，競選的物件雖然講無黨徽的標識，不過伊講要退出國民黨的提名，到底是安怎？支持我的選民不會因為任何人參選，這個票會投給其他的人。我想這個應該不至於會有什麼影響。他現在目前還沒有表態是要登記了與否，在登記之前，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今下國民黨的議員敢若是老實在在，唔驚票房分歧。不過蘇廣陽唔若本人走基層爾，更屬伊家族企業的建案廣傳樣，牽涉到農地違法的使用，在農業局認定違規下已經開始填。好，但是今天開始，3禮拜6。違規部分趕緊拆，好親像是想要指揮。畢竟為蘇廣陽的動作看起來，2026議員的選舉，伊敢若無拍算要放棄。